Screen time 咧會唔會影響孩子嘅學習嘅咧？有研究報告指出咧，電子產品非常影響 BB 各方面嘅發展，包括咧語言咧同埋咧社交能力啦、專注問題啦、視力發展同埋情緒嘅。先講講咧語言同埋社交能力方面啦 ，BB 要望住人嘅面部表情啦、嘴部喐動啦、誇張嘅動作去學習説話嘅。但係如果 BB 咧淨係望住個熒光幕，單單接收冇互動，根本咧學習唔到咧點樣同人講嘢啦、講佢嘅嘴型啦，同埋咧冇社交嘅互動，咁樣咧會令孩子咧缺乏咗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啦、表達能力咧都有所影響嘅。你以為咧小朋友望住熒光幕就等於專注，咁就大錯特錯啦！畫面節奏快啦，閃得快，情節未完又去另一個冇連結嘅情況之下，小朋友咧會變得咧專注同埋望住個熒光幕。但係長期咁樣接收咁高刺激嘅畫面，孩子咧好可能咧對靜態嘅畫面啦、靜態嘅書咧都唔感興趣，變相咧難於集中同埋專注，非常影響咧閱讀能力同埋大腦嘅發展，甚至咧影響到孩子嘅情緒，令到佢哋嘅睡眠質素差。視力發展咧更加唔使講啦 ，BB 眼部咧發展咧未夠成熟喎，睇電視嘅眼球咧都唔需要咧好多嘅移動，對眼部嘅肌肉啦、對焦咧同埋咧睇精細嘅能力咧都有所影響嘅。所以咧各位家長記得啦，0至2歲咧係 BB 學習語言同埋社交嘅黃金期，要好密切留意住佢哋嘅 screen time。